后来继续来看，屏东县政府透早出动着怪手，到马家乡的里那里部落来进行着大型违建拆除的作业。这个处主之一是雾台乡的乡民代表李金良，伊带领着族人坐伫个违建的头前，用马身来抵挡，警民对立，均也点睛。警方最后是强行甲人赶咧走，甲这个街路清空。而这个过程当中，阁有人身体无爽快，送病院。部落人手交手大声咧抗议，因要保护自身的权益。为了让怪手会使顺利作业，一日涂骹阻挡的部落的人，警方拢甲因插走。看到部落内面一叶建本，互人拆掉去，这居民大声一直喊，在过程中有人互人送去病院。依法行政，依法行政吼。来讲，今日透早，屏东县政府出动怪手，要拆除这个里那里部落内面大型违建。处处之一的雾台乡乡民代表李金良带族人一日违建的头前的抗议，之所以被拆，是因为危害到公共安全。这一栋违建屋，它事实上不是因应居住使用，而是经营商业行为。然后各位你们看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山坡地，山坡地在整个的承载建物的量体，真的有它的一个限制。里那里永久厝是莫拉克风灾以后重建的，要安置这个灾民。进前，县政府公告要拆除违建户。引起部落的长老用自焚激烈方式去抗议，但过因为这摆拆除的营业建本是起伫山坡地，为了公共安全，县政府依然依法将这个违章甲拆掉。